Hello，日日塔羅歡迎你啊！最近同團隊嘅相處，你有冇感到自在啊？人際關係嘅課題似乎又再喺日常生活中體現出嚟啊！但係我相信你已經比以前勇敢好多，知道點樣可以更加自在地去應對呢啲課題。水晶卡嘅土耳其蛇提醒你可以好奇開創，懷住你嘅好奇心，自由咁去探索、體驗生命當中嘅神奇。當你嘗試用唔同嘅眼光去看待其他人嘅時候，你有冇發現以前冇留意到嘅狀況呢？乜佢哋平時係咁講嘢嘅咩？乜原來佢哋係咁樣嘅做法㗎？之前一直都冇留意，所以今日或者一直會有新發現啦。水晶卡嘅緊青石話，去探索屬於你嘅方向。你要懷住信心，不斷俾自己嘗試，先可以走出屬於你自己嘅路㗎。如果你今日都有新嘅意念同埋想法，不妨主動同你嘅團隊去分享啦。似乎佢哋都好樂意去聆聽你嘅意見，好想接納你成為佢哋圈子嘅一份子，一齊去共同成長㗎。就算你內心未準備好都好，你呢份心態最終都會帶你去到成功嘅結果㗎。所以唔好放棄啊！祝福你一切順利啊！